只要你来过台湾，你就会发现它跟香港的服务态度就是两个极端，真的。每次来到台湾都会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，太亲切太热情了。在台湾不管去哪里点单，他们都会说谢谢谢谢，就是他们说过最多的话就是谢谢，反正就很客气。然后你说谢谢，他们会说不会哦。我刚刚在打车的时候，我问保安我应该去哪边打车，他说是这边哦，小姐。然后我就走，结果我走错了，然后保安又跑到我跟前叫着我说：“小姐，你走错了，是那个方向啦。”人真的非常的热情，不管你是游客还是本地人，他们都会抱有最诚挚的态度。而且我来台湾酒店 check in 的时候，这边的前台会跟我很详细的说啊，餐厅在这边，然后这个在这边，我事无巨细的把详情说一遍，还非常热情的给我带到房间门口，生怕我找不到，就服務態度好成這樣，你說誰能不愛台灣啊？再想一想香港，基本上就是你點單的話，我說凍檸茶一杯，你來下啦，我好忙㗎，嘿，起根先啦。